柳营佛山宝光建德大道场跟那高雄神威天台山神威大道场都是宝光建德道场。高雄六龟神威天台山那个大道场很大，这里是柳营佛山观音莲，先有观音莲，然后你看也有一贯道的大道场。宝光建德单位建造的大道场，台湾的很多门道场和庙，有道教的庙，像有玉皇殿、玉皇上帝的殿，还有观音菩萨的殿、观音殿。然后后来有一贯道的大道场的大佛堂，新营龙武宫天人堂楼上也是一贯道的大道场，还有好多那个一般的庙，然后也有加上一贯道的大道场。明天3月第2个礼拜天才是正式祭祖大典的日子，今天礼拜6就提早。明天有佛堂有班了，就今天也来祭祖，尽量在中午热的时候赶快要祭祖，尽量不超过50啊。还这50阳气比较旺的时候，赶快来祭拜祖先。正式祭祖的日子很多人你看今天提早，前一天刚刚来看的时候就已经很多车了。